如你同埋你都有同內地有啲地方投資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你覺得香港同埋內地金融人才有啲比較係有啲咩同埋異同？咁我咧就首先簡短介紹下我哋自己機構先啦。咁我哋自己機構就係上證集團。咁其實係10幾年前李嘉誠先生創辦。咁其實就經過10幾年嚟，我哋都有好多嘅轉變，直至到舊年，我哋亦都引入咗中國嘅一啲資本。但係總體嚟講，我哋嘅定位就有如中港嘅金融合作一樣，其實就係中資、港資同埋一啲嘅，好似我喺外國長大。我看見杜主要轉換一下普通話也是可以的。呢一個本身就其實係一個中港金融人才嘅一個基本要求。咁剛才Raymond 亦都問到一個問題，就話中港兩地的所謂金融人才有什麼區別？我覺得這個區別還是有的，但這個問題我覺得有點坑。什麼意思呢？就是好像讓我去批評一下香港或者批評一下國內一樣。要麼這樣，我反過來這個問題說，怎麼樣的人才更適合這個中港和兩地的文化差異裏邊有什麼可以改善的？我覺得這樣子回你的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吧？咁香港先啦，咁香港講返廣東話啦嚇。咁我咧香港人咧，或者我哋香港嘅金融人才咧，咁我自己香港出世，但係我喺外國長大，翻嚟香港，咁我係好明顯一個香港人，講廣東話噶嘛，係咪？咁但係咧，我覺得我哋有陣時嘅視野或者對中西嘅文化都未必咁深入嘅。等於我記得上一次，就上個禮拜我哋有好多同場啊，我記得張博士亦都同場嚇，好多人都同場。喺另外一個馬雲講嘅一個講座嘅。就講到可能香港我哋要 name 20個中國嘅城市，未必能夠講得全啲名。反過嚟，可能國內嘅金融人才關注對從美國大選到香港選特首，到每一個影響金融、政治、經濟嘅話題嘅投放度同投入度，係遠遠比我哋香港而家嘅金融人才多得多。一個舉例，我是香港的金融人才吧，算是。我手機裏邊肯定有從微信新聞到 BBC 的，到那個美國的，到全球的，我都非常關注的。但係香港好多時呢，就係欠缺咗呢一個視野，我覺得。呢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中港方面人才、金融人才方面可以互相交流增加嘅一個地方，亦都係一個差異。另外一點可能就要拋書包了。我在想着，其實呢，遠在春秋戰國的時代，《戰國策》就要講到什麼叫人才，對不對？杜局，這個《戰國策》裏邊說到一個人才的意思是這樣，人才不是自己說了算的，也是老闆覺得你是不是人才。在這方面呢，我覺得也是香港跟國內有一個大的差異。香港很多時候有相對比較好的教育機會，比較好的這個對金融市場的這個 exposure， 這個覺得比人家多。確實也是這樣的。中國這個金融體系也只是發展了幾十年，跟香港還是有一個時間的差異。但是反過來，我們覺得呢，就是國內我接觸到的這些同事，很多時候會把自己打工不看成打工的，他會看成一個我對工作、對公司的一種投資，這種創業的心態去打工。我覺得這方面我們香港的人才未必有這麼深入的體會，這一點呢，我覺得也是可以考量的。其實在前一陣子長江呢個商學院有一篇文章就講到，如果你返工出嘅糧係等於你嘅價值，即係等於你老闆唔覺得你有投資喺你身上嘅價值，就是如果你的發的工資跟你實在現在的價值是一樣的話，那就是老闆沒有
就是沒有投資價值，讓你老闆投資在你身上啦。反過嚟亦都係一樣嘅。我哋翻工打工，我如果攞嘅工資就係等於我嘅價值，即係等於我冇個心係投資喺公司身上。咁所以呢幾點我覺得就係我哋中港方面可以互相學習多啲。謝謝嚇。多謝。呢個又學到嘢啊！呢個係喎，唔係等值交換喎。如果唔係老闆好唔抵喎，請我翻嚟出糧。OK， 學到嘢。咁啊，歐雲啦，歐雲坐我隔離。咁呢個喺金融策略師，我知道呢幾年你哋發展得好快啦，亦都內地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會員。咁但係你香港都有一大班會員啦。你覺得呢班即係我哋嘅香港金融人才喺前海有啲咩機遇咧？前海嘅機遇呢，我就喺各位專家同埋東主長面前不敢說，但是其實我昨天剛剛從前海回來，就看到一個周大福一個購物中心的開幕很盛大，我還是說粵語，我驚我講得唔係幾好，咁多謝洪博士同埋各位領導嘅邀請。咁其實我哋睇到嘅機遇係好多，咁我相信今日呢個講座係唔係即係偶然嘅。啱啱星期一就深港通正式開通啦，咁我知道大家講唔同嘅 topic， 我想講少少我哋啲 trader 即係做投資銀行睇嘅機遇啦。咁深港通啱啱通咗，今日係第4日啦。啱啱頭先都唔係玩手機，望一望個 update， 今日係超過咗23,000點啦。咁亦都係深港通第一日以嚟第一次破一個特別嘅關口啦。咁人哋其實睇翻南向資金，朝早已經用晒個額度啦，雖然只係105億。咁喺南向即係由深落嚟，我哋北上去都有應該100幾億先睇到。咁其實我睇到個機遇就係其實前海雖然個地方唔係好大，咁但係因為好近香港，亦都有咁多政策同埋咁多人才喺度。其實我哋睇到機遇係非常之好重要把握嘅。咁琴日我睇到嘅，連周大福新世界集團主席純官鄭家純主席都會係親自去主禮個開幕式。咁雖然個商場只係個大廈或者係只係前海嘅一小部分，但係證明香港一啲嘅超級嘅巨富都好重視前海呢個片地。咁加上亦都琴日都見到深圳嘅市委書記都親自嚟到嚟臨，咁非常之盛大，亦都好重視前海同埋呢個商場嘅落地。我亦都喺入邊見到香港人、香港嘅事，咁有好多香港嘅商店啦，有太興啊，有好多大家好熟悉嘅品牌啊，即係莎莎啊等等都進駐。咁其實都已經係好似香港同深圳一個完全嘅融合版喺嗰度。咁我哋如果你話要吸引人才咧，必須要俾佢哋食得飽，食到自己家鄉嘅味道。雖然只係好近，但係都非常之有，即係可以講我哋嘅中意講廣東話啦。當然有英文同普通話可以配合。咁其實我哋呢班人都會響前海嚟緊咧，都會係有一個發展嘅。因為我哋相信深港通咗之後咧，其實就唔係淨係股票交易嗰個量提升，或者係嗰個 market 嘅 depth width 係闊咗，而係真係會吸引到一啲新嘅機遇。譬如頭先睇講嘅眾籌啊等等，或者其他互聯網加等等嘅新嘅金融創新嘅方面啦。咁其實傳統嘅方面，譬如話我哋做投資銀行嘅，都係做好多 deals 啦，咁就會有唔同嘅 IPO 同埋一啲嘅可能backdoor list 即係借殼上市啊等等。其實呢啲機遇都係可以將呢啲業務咧，其實係喺藉著前海呢個橋頭堡咧，可以同深圳同內地完全嘅接軌，亦都使到香港嗰個交易同埋嗰個金融融資嘅功能咧，可以推返上去成個深圳服務，即係整個嘅祖國。咁我睇到嘅機遇咧係真係簡直係唔可以用口去講晒嘅。咁我希望各位知道。多謝歐雲啦。提醒咗我都要去同呢個太興投訴下，我上次去咯香港。我想有燒鵝飯，有牛丸麵，但係冇燒鵝麵嘅，唔知點解。因為香港人我哋以前係好 flexible， 我哋茶餐廳冇理由可以改變嘢㗎嘛。但係前海嗰間係暫時仲未得嘅，啲軟件要調教一下。咁